其實今次我飾演石一龍啦，主要大家見到呢個場景其實就係龍虎門嘅一個館。至於喺呢度係發生啲咩呢？就係講我喺餐廳裏邊撞到黃小虎，相遇咗之後呢，就叫咗佢帶我嚟呢個龍虎門，因為我想拜師學藝，就跟呢個龍虎門嘅師傅叫做黃鶴龍，黃鶴龍就係元華哥去飾演嘅。想拜師學藝，想做佢哋嘅徒弟，結果佢哋就唔肯收我，到我去挑戰呢個黃鶴龍啦，跟住我輸咗俾佢，咁我發覺原來自己一向以為自己好好打，或者係一向以為自己雙截棍已經好叻，咁佢最尾原來係好普通，同埋好多破綻。經過呢一次之後呢，元華哥終於就收咗我做徒弟，咁大家就成為咗龍虎門嘅一份子。最難我諗係等啦，等都係一個修練嚟嘅。可能天氣太凍啊，因為打如果等得太耐，同埋個身凍咗就會冇咁容易做得好靚，因為始終都要熱身或者乜嘢，咁變咗要時間去再warm up。石黑龍啊，同樣我係未同合作過嘅。咁佢入邊嗰個專長大家都知道雙截棍啦。其實我12歲開始練雙截棍啊，僆仔嗰時。咁我對雙截棍咧有相當嘅認識。咁啊啱啱好啦，咁我又可以拍佢耍雙截棍。呢一套係第一部真真正正嘅打。咁我就有啲竅門嘅嘢話俾佢知，應該點樣可以將嗰種勁度啊、嗰種味道拿出嚟。出嚟效果都非常之好嘅。